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所收听的是韩之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事相机，由小弟恒春仔为恁主持服务。今仔日呢，要甲大家讨论的是前几工伫个面册看到面友咧讨论一位庙会司仪伫婚礼过程中所念出的一段话。有人讲呢，有真侪字的字音拢念对，嘛有人讲是毋是地方腔口无共款所造成的？当然，嘛有人讲爱互少年人加一点仔鼓励等等。对着字音念法无共，通常我拢会问对方咱地的人，因为有时阵呢是我捌的无够济，较无好因迄个所在就是安尼发音的，所以念法对毋对？这都毋是我第一个会注意的重点，而且要确定念法对毋对，爱做真侪功课。等下我就会念到这字，这字呢，教部是念炸，甘字典是念炸甲做，精宝类音是念做甲做，精宝类音妙误是念做，同韵。讲韵、集韵、韵会音切出来是念做，而且这资料我只是找一点点仔尔。若我咧，我会念做，因为我有请教我的老师林凤珠女士，伊讲呢，伊听大辈拢念做做啦，是伊的大辈哦。念做这应该是真久就有人咧讲啊，所以呢，我嘛是念做做。话讲倒转来。若是有人甲我讲无共款的音，我就会甲对方讲，我是拢安尼念的啦。所以呢，我就将这位司仪伫婚礼过程中所念出的迄段话，搁念一摆。今日清香礼敬，王驾王府元帅，该列为尊神圣情，祈求新色开窗，百岁该努，家运兴隆，福寿绵长。事事安泰，凡事顺遂，琴瑟和鸣，永结同心，花开并蒂，子嗣绵延，家庭和顺，福禄盈门。以上嘛，互大家参考一下。时间也将近尾声咯，咱后一摆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咯。